台北市政府今仔公布好新冠诊所注疫苗的调查结果加处罚，市长郭文地嘛表讲，小核心诊所85罐的疫苗是民进党立委高嘉瑜敲电话向卫生局要求的。也毋过高嘉瑜嘛出面表示讲，伊只是转达诊所需要疫苗的诉求。小核心诊所嘛讲哦，伊嘛只是拜托高委员来做选民服务，而且注射的对象拢有符合资格。 台北市政府19下晡公布诊所违法注疫苗案的调查结果，讲疫苗报号小核心诊所的过程有立法委员高嘉瑜的介入，有中央级的某民意代表跟黄局长转达这个诊所小核心诊所这个疫苗的要求，然后黄局长呢就把他的这个要求呢转给这个这疫苗的 PM 就是专员蔡专员。我看那个报告上面写的是写高嘉瑜的，不过是这样的哦，我相信他一定有他的说法。那他们也表达说，为了要保护孕妇还有这些新生儿，希望能够尽快的施打疫苗。核心的需求我们转达给卫生局之后，黄世杰局长在短短不到10分钟内就迅速回复说没有问题。所以从头到尾我们都觉得这个只是转达选民。 澄清。高嘉瑜强调，诊所迄边当初是讲会用伫1类到3类的人员，而且迄当阵卫生局长嘛答应了真紧，所以认为伊嘛真支持这件代志。这中是拢无施压的问题。另外，伫好心肝诊所的部分，6月初7是有一位吴姓科长核发15罐，6月初8诊所搁再提出要求，即摆伫科长的同意之下核发100罐。吴股长呢，他就基于第一次6月7号呢，基于就是说小核心已经有给过诊所施打，而且他们也就有填具这个施打意愿书，也认为是属于这个合约的诊所了，合约的一个医疗院所，所以在6月7号就由他自己就同意了。台北市政府讲，6月15之前，市府是无同意诊所来做疫苗，所以有违反着迄当阵的规定，嘛违反着公平的原则。 而且伫好心肝诊所的部分，伫核发进前是无透过医师系统来做诊所人数的确认，所以会来处罚。处罚名单包括卫生局长黄世杰、蔡姓专员、吴姓股长甲1位科长。除了黄世杰毋是政务人员，会另外处分，其他拢会检讨行政责任。规个案件阁会送廉政委员会审查。记者郭北君郑派文台北报道。